由大成长城公司甲市府农业局共同举办的年会市集，今年迈入第4档，9号、10号2天盛大来举办。这届也扩大规模安排900档的摊贩，其中也有30个新农人甲农村再生的单位。现场会使看到真侪民众踊跃来参与，同时也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食用者甲量体温以及挂喙罨。为了让大人甲小朋友拢会使共同享受这个市集，现场也规划了气垫城堡甲闯关游戏等。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除了肯定企业的付出，也一一购买现场的产品，用行动来支持新农人甲弱势团体。大成公司是一个深耕在地的企业，然后他今天让很多新农人、很年轻的刚从事农业的一些年轻新农、青农一起来这边一方面摆摊，一方面算是一个嘉年华会，让许多人一起来。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意义在于相挺新农人，第二个意义在于提倡本土猪，第三个意义在于大成本来就是一个深耕地方非常好的一个对于环境友善我们希望说能够落实对环境友善的一个企业，所以呢，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包括这个弱势的朋友们，或者是包括在地的朋友们，或是包括一般市民朋友们，都一起来参加这个嘉年华会，一起来相挺本土猪肉，一起来相挺新农人，一起来相挺本地的企业。活动当天，大成长城也加码园游更予员工，希望员工会使用行动来支持新农人。农业局也指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民众伫厝内煮饭的时间变多所以农业局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台南在地养生料理，并制作成为食谱，鼓励民众多多向在地新农人购买食材，体验煮菜的趣味，同时也会使支持台南的农特产品。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